咁嚟到第31題啦，因為選項太多，懶得寫出嚟啦，係啦。咁我叫你將呢個咧轉做2嘅幾多次，咁啊嚟噶咯噃。我哋會話每兩格斬一條線啦，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啦，即係有15個位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今日睇噶咯噃。我哋話由左數起啦，由左數起啦，1乘2嘅15次，加1乘2嘅13次，加1乘2嘅12次，再加1乘2嘅9次，再 etc， 再 etc。咁後面咧其實唔重要噶啦，咁我哋逐個睇噶咯噃。第一個選項係11乘2嘅11次，再加嘟。咁呢個啱唔啱咧？有冇2嘅11次俾我哋抽出嚟啊？都有嘅，都有嘅。咁係咪11咧？我哋試下抽呢個咯。呢個其實係2乘2嘅11次，呢個就係2嘅2次乘2嘅11次，呢個就係2嘅4次乘2嘅11次。咁將呢個加埋啦，2嘅4次大佬啊，2嘅4次已經係16啦，係咪啊？16已經大過11咯，咁 A 一定錯啦。咁 B 呢個啦係11乘2嘅12次，再加嘟。咁你試下抽咯喎。呢個抽出嚟啦，2乘2嘅12次，呢個抽出嚟係2嘅3次乘2嘅12次，佢加佢加佢係咪11啊？2嘅3次加2加1等於8加2加1。喂，大佬啱啱好係11喎。咁答案咧就係 B 啦，其他唔睇啦。